欢迎收听5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2章1到16节。路得记2章1到16节要来祷告 RPG 的经文在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得着益处呢？什么样的人会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呢？就是那个爱上帝并且按他旨意被呼召被选召的人。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这个外邦女子路得，她就是这个投靠上帝领受上帝在他里面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人。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和路得，是一个全然新的挑战跟困难的开始。这一对婆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在那个时候要生存的下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在这个时节，因着上帝事先的预备，刚好让他们回来的时候遇到一段收成的季节。在这个时候的拿俄米和路得，可能只能靠着拾取这时收成所遗漏下来的麦穗来糊口。这也是当时摩西的律法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来行。所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这些穷人或是寡妇，让他们仍然能够生存的下去。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啊。然而路得刚好就在这样的机会中，他主动积极的要让他跟婆婆的生活过得下去。他出来就刚好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捡拾麦穗，也这么刚好的，波阿斯竟然就出现了在他自己的田中。他们两个原来都不认识的，然而路得就在这里拾取麦穗的时候，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线，让人看见上帝透过波阿斯来厚待路得。如同今天的经文中，他祝福路得的话说，你所投靠的上帝厚厚的赏赐你。波阿斯不仅是用这样的话祝福路得，更是透过他的行动，让他好像就经历到上帝厚恩来对待路得。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路得这个寡妇因着波阿斯的厚待，不仅是能够常常的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来拾取这些麦穗，还领受了波阿斯给他的水喝，给他吃的饼。而且波阿斯还特别吩咐他的仆人他的工人说，不可以羞辱这个路得，不可以让他在这个地方被欺负。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让他可以捡多一点麦穗。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好像上帝透过波阿斯在恩待路得，让路得来经历到上帝的供应跟帮助，是一个让他从非常不安稳到能够安稳，让他从一个非常危险因为她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押女子，他们彼此不相往来就算了，而且在当时其实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彼此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复杂的、敌对的、不相容的。所以路得一个寡妇在这个异地来求生，很有可能会遭到欺负、羞辱，或者是各样不公平的对待。然而波阿斯却厚待路得。我们后来也会看见上帝原来是在预备救恩从长远的时间来看，上帝透过赐福路得，透过波阿斯来祝福路得
不仅是显明了上帝如何对待投靠他的人，即使这个人是外邦人，即使这个人他还不那么认识上帝，然而上帝的恩典已经先临到他的身上了。透过这段经文，更是让我们看见波阿斯和路得在上帝的这个带领跟编织当中，他们慢慢的走在上帝的赐福里面。未来我们都知道，后来的耶稣就是透过这个波阿斯和路得的这个血脉一路下去，上帝预备救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透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再次的来看到上帝为投靠他的人，为爱他的人，虽然走这个道路可能会觉得好像我相信上帝是不是就要改变我很多原来的习惯、想法、价值观，会不会让我经历到更多的危险、患难、困境当中。然而这段经文却让我们看见，当路得他们选择了一条归回上帝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开启了蒙福的路。蒙福的路和蒙福的路径不总是平安，不总是好像没有挑战，反倒在这些挑战和这些危险冒险当中，上帝一再的让路得看见他的保护跟看顾，让我们可以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选择的一条道路不一定是容易的路，却是可以蒙福的路。因为上帝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要经历到从他来的益处。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么不容易的时刻里，我们更是要选择来投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如同路得他愿意活出那信仰的价值，用他的时间，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他的婆婆，来为他们的生活找出路，这样不离不弃的爱，主啊，你更多的赏赐在他的生命当中。即使他的选择好像用人的眼光来看应该不会那么顺利，或是那么有出路，然而上帝所预备的恩典超乎他的想象。你让波阿斯成为那第一个帮助他的人，你也透过波阿斯他和上帝心意的这种生活跟行动，让周遭这些穷苦患难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祝福。主啊，愿我们也成为那能给的，我们就成为像波阿斯的人。若我们正在那困境中，主啊，也帮助我们在选择里要像路得一样来投靠主你的心意。主啊，你为投靠你的人预备厚厚的恩典来恩待。主，你以厚恩待我们，主，我们也要来回应主你，让我们有信心，不仅投靠，更是要靠上去，让我们的生命来经历上帝你的带领跟牵引，让我们也像路得一样真实的来经历。主啊，你为爱你的人，敬畏你的人，真的是预备的恩典，一样好处都不缺。主，你也大大的来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在这疫情带来许多人的恐惧不安，身体的不适的当中，恳求主你来医治，更是让我们在这些困难跟挑战里来经历你厚厚的恩典。谢谢你，愿你的医治临到台湾的百姓当中，愿你的平安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好叫我们寻求你的人，我们就经历那真实的盼望，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让你能够是那个投靠他
经历它，在万事中互相效力，得着益处。愿上帝赐福你，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